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今日我要介紹嘅係宋朝嘅范仲淹。范仲淹係北宋時期嘅傑出政治家、文學家、軍事家同教育家。幼時家裏貧苦，辛苦讀書考中進士。1043年推行改革，慶曆新政，但未能成功，被貶等州。1052年病逝徐州，後世稱佢為范文正公。范仲淹少年時期斷劑橫足，勵志苦讀。1011年，佢去長白山嘅禮泉寺讀書。嚴冬嘅時候讀得困倦，便以冷水洗面，每日用2升小米煮粥。隔夜後粥凝固咗，便用刀將粥一切為4，早晚各吃2塊，再切一些醃菜食用。1015年考中進士，被任為廣德軍司理參軍，係負責管理訴訟同埋刑獄嘅事情。1017年擢升為文林郎、集慶軍節度使推官，佢係協助節度使管理百姓、處理案件、徵收賦稅等工作。中年時期興修水利，關懷社稷。1021年喺泰州做官嘅時候，因為老舊嘅堤壩崩堤，淹了六鐵。范仲淹上書建議重修海堤。1024年，皇帝仁宗派范仲淹全面負責修堤工程，於是當地嘅人把修好嘅海堤叫做范公堤。1027年，范仲淹到應天府書院執掌教職，佢制定學規，培育咗大量嘅人才。1028年，佢寫咗上執政書給宰相，建議改革官場制度。王曾宰相好欣賞范仲淹，仲向仁宗皇帝推薦佢。當時嘅宰相顏樹曾經批評過佢輕率，但係佢回應講：有益於國家嘅事，必定秉公直言，雖有殺身之禍，亦都在所不惜。而佢亦都多次向皇上建議，例如唔好再修廟宇，修廟宇係浪費人力物力，亦都要減少一啲嘅官員數量。呢啲建議雖然未被採納，但係佢嘅忠心亦都打動咗宋仁宗。1033年，劉太后駕崩，范仲淹上所提出仁宗不應該另立太后，因此仁宗同意，而且冇立新嘅太后。7月，江淮發生蝗蟲災害，范仲淹開倉救濟災民。冬天，郭皇后誤傷咗宋仁宗，宰相呂夷簡因為同郭皇后關係唔好，就勸仁宗廢掉皇后。范仲淹認為唔適合，就同10多位諫官跪喺殿外，要求宋仁宗唔好廢后。可是宋仁宗唔肯見佢哋，而范仲淹亦都因此而被貶睦州。1304年，蘇州湖水上漲，淹了農田，人民嘅糧食唔夠食。范仲淹叫民眾挖河渠排水，治水成功。因為治水有功，佢升為吏部員外郎，負責選拔官員。1036年，因為不滿宰相呂夷簡掌管朝政，向仁宗指斥宰相選官吏不當，范仲淹因言辭激烈而被貶饒州。1039年，西夏於三川口之戰大敗宋軍，宋仁宗召范仲淹回京師。范仲淹更改軍隊以前嘅制度，分批訓練士兵，奪回失去嘅領地，迫使西夏軍隊撤走。1041年，宋仁宗下令與西夏決戰，范仲淹建議加強邊防守備，這次佢嘅建議被仁宗採納。後來西夏攻打惠州，范仲淹堅持不出兵。1042年，西夏再次攻打大宋，宋軍大敗，范仲淹領軍前去救援，西夏軍撤出邊塞。第2年，
西夏請求同宋講和。宋仁宗欣賞范仲淹嘅軍事才能，加封佢為樞密直學士，係負責協助皇帝處理軍事事務嘅官員，亦都加封為右諫議大夫，係負責為皇帝提意見、勸諫皇帝嘅官員，屬於監察類型嘅職務。但係新政受到守舊派人士嘅激烈反對，范仲淹同埋一啲推行新政嘅大臣相繼離職，最後尾新政失敗告終。晚年時期，封高亮節，恩澤子孫。1046年喺鄧州設立花洲書院，有空嘅時間就會去書院講學。1049年派往杭州工作，10月購買咗大片嘅良田，成立咗范氏義莊，救濟幫助親族同埋貧困嘅人。1051年調到青州工作，後來因為病重，請求調回永州。1052年帶病到永州上任，走到徐州時候病逝，終年64歲。范仲淹喺政治方面有進言獻策推新政嘅貢獻。范仲淹睇到官員利用職權做不正當嘅事，人民生活困苦，社會不安定，所以喺1027年撰寫上執政書，提交朝廷嘅執政大臣。針對種種嘅弊端，佢提出咗6項建議。第一項，固邦本，要重視農業，減輕農民負擔，讓老百姓能夠安心種地，國家嘅根本才能夠穩固。第二項係厚民力，透過發展經濟嘅唔同措施，提升民眾嘅生活水平，增加國家嘅綜合實力。第三項係重名氣，謹慎給予官職同埋封號，防止官員濫用職權，維護國家嘅政治秩序。第四項係備用敵，加強邊境建設，提升軍隊嘅戰鬥力，防範少數民族嘅威脅，確保國家嘅安全。第五項係杜奸雄，嚴厲打擊奸臣，防止佢哋擾亂朝政，維護國家嘅穩定。第六項係明國聽，國家政策要透明，廣泛聽取民眾嘅意見同埋建議，提高國家治理嘅公正性同有效性。慶曆3年，范仲淹針對北宋嘅內憂同埋外患，提出咗10項改革嘅綱領，即係十事課，史稱慶曆新政。第一項，明爵職，爵即係罷免，職即係升職，嚴明官員嘅升職降職制度，依政績好壞嚟到升降官員。第二項，抑僥倖，限制官員親屬憑關係做官，打擊不正之風。第三項係徵貢舉，改革科舉考試，着重實際治國能力嘅考察。第四項係擇官長，嚴格選拔地方長官，確保有能力嘅人治理地方。第五項係均公田，合理分配公田，保障官員合理嘅收入，促進廉潔。第六項係厚農桑，重視農業，鼓勵百姓種田養蠶，發展生產。第七項，修武備，加強軍事建設，提高軍隊戰鬥力，保家衛國。第八項，減徭役，減少百姓嘅勞役工作負擔，讓他們安心生產。第九項，談恩信，落實朝廷那些對百姓好嘅政策，讓百姓信任國家政策。第十項，重命令，確保朝廷政令統一且有權威，避免相互矛盾。雖然最後新政以失敗告終，但佢係開咗北宋改革風氣之先，成為日後王安石欺凌變法嘅前奏。喺軍事方面，范仲淹積極防禦抵抗西夏。
喺西北邊防鬆懈不安全嘅時候，缺乏精兵，而加上宋代本身重文輕武嘅政策，以致到對外戰爭屢屢失利。范仲淹挑選出最優秀嘅人才，大力提拔佢哋，而精心挑選士兵進行教戰訓練。喺1044年西夏同宋嘅議和當中，西北嘅邊疆得以重現和平。喺經濟方面，范仲淹妙法賑災，解民困。喺呢個嘅皇佑年間，杭州爆發大饑荒，而當時啲不良嘅商人囤積哄抬，糧價暴漲。范仲淹派人喺沿運河各地張貼告示，描述杭州嘅饑荒、糧價上漲嘅情況。而商人見有利可圖，就爭先恐後咁樣往杭州運糧。咁糧食多咗啦，價格就自然回落，百姓呢又得以渡過饑荒嘅危機。呢種救災嘅新思維，打破咗單純以賑濟嘅常規，平抑糧價，體現咗時代精神同埋百姓嘅願望。喺教育方面，范仲淹興學育才固邦本。范仲淹認為要培育治國嘅人才，就必須興辦學校。喺1034年喺蘇州任官嘅時候，佢喺南苑購地創立府學，培育人才。1036年喺饒州任官嘅時候，建立郡學，學生日益聚集。喺1038年，佢喺潤州擴建學府。1045年去到汾州上任，建議興建新嘅學府。1046年喺鄧州任官嘅時候，亦都創建州學講學嘅春風堂。范仲淹積極培育人才，振興社會，有着強烈嘅時代精神。宋史有言：范仲淹評論天下大事，不顧自身政治前途，不惜冒犯皇帝及得罪大臣高官，刺激士大夫嘅治節風氣，係改變政風士氣嘅開創者。朱熹亦都讚譽范仲淹為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。毛澤東亦都讚佢係中國歷史上有些知識分子是文武雙全，不但能夠下筆千言，而且是知兵善戰。范仲淹就係呢一樣嘅典型人物。范仲淹最經典嘅名句就係喺《岳陽樓記》入邊所寫嘅：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就係想表明咗，作為一個嘅儒家嘅聖人，係要俾人民百姓早啲有呢一個憂慮，有憂患意識。但係而佢嘅快樂一定要俾人民後，人民快樂佢先至快樂。范仲淹從政30多年，始終係耿介正直，敢說敢做，恪盡職守。佢時刻以國事民情為憂，呢種強烈嘅憂患意識就係一種高度嘅社會責任感。范仲淹針對北宋嘅時局，積極提出改革，將國家大事視為自己嘅責任，呢個正是佢嘅時代精神。